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真是干哪一行爱哪一行，干哪一行吆喝哪一行。前不久，《求是》杂志它深夜刊登一篇报道，以更大的力度什么刺激消费，大概这意思，也就是要注意警示咱们中国的资产进入负向循环。求是的文章一出，各路人马都出来解释，这里面明显的搞房地产的，比如说专家孟晓苏，他认为打破负向循环靠的是房地产，只有房价涨了，资产涨价了，那么居民这个资产负债表就会得到修复。你看干哪一行吆喝哪一行。而我看最近证券专家他们的建议是要打破这个负向循环，拉房地产是不行的，必须要拉股市，这个股市的市值上去了，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也会修复，大家钱多了自然会卖股票，会去消费。你比如说韩国最近不是股市非常火吗？韩国人他人口还有5000万，人均那个账户是2个，所以说韩国的总的股票账户都1点几亿，小孩一生下来就家长给他搞一个股票账户，给他买 SK 海力士，买三星。韩国人赚钱了，据说很多赚钱的韩国人马上就去豪宅买豪车，消费起来了，房地产也起来了。所以说你看股市涨了也能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干哪一行吆喝哪一行。照这个下去，干新能源汽车的也出来喊，等这个汽车的价格涨上去了，资产负债表也能修复。但是那么回事吗？事实上没那么简单。无论是让房地产上涨，还是让资本市场上涨，股市上涨，这个不是你让不让的事情。你这么一说，现在在操纵，事实上你能操纵得了吗？对吧？韩国股票上涨，它也不是操纵的，人家确实是 SK 海力士、三星集团，它业绩不错啊，暴涨，人家是有基础，不是说政府怎么样把它拉上去的。房地产也一样，你不能靠政府出个文件，你规定房价是多少，新房不准降价，不能打折，这没有用。而且这一招以前都用过，对吧？2021年恒大一暴雷以后，各个地方住建局的要求新房不能降价，备案价 9.5 折卖，最低是 9.5 折，你超过 9.5 折那就扰乱市场，马上要整改约谈。那就这样也没能挡住的房价往下走。所以说经济自有它规律，靠人为的去拉动股市，或者是人为的去拉动房地产，去所谓的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个显然是隔靴搔痒，而且也起不到什么效果，说不定还起反作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聊一聊当前是什么形势。首先我们看看居民他的资产状况，既然说了修复资产负债表，那我们看看居民的资产状况。首先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80%的家庭存款不足5万，42%的中年人存款为0，这组数据撕开了多少人的体面。2026年5月，央行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了一组数据，没人修饰，没有滤镜，直接扔出来的那种，说全国80%的家庭实际存款不到5万元，10%的高收入群体手里捏着全国70%的居民存款，35到45岁的中年群体里42%的家庭存款为0，或者干脆是负债。你以为这是夸张，而西南财大的数据同样扎心，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是 8.7 万元，也就是一半的家庭存款在8万7以下，是家庭。 52.3% 的家庭存款不足5万元，存款为0甚至负债的家庭占比高达 46.6%， 一半家庭账上是空的。人均 11.8 万的骗局，打开新闻就有人告诉你2025年底全国居民存款166万亿，人均 11.8 万。听起来好像大家都有点钱，但人均是最大的文字游戏。前 10% 的高收入家庭贡献了 65% 的新增存款，人均新增 5.5 万，而 60% 的低收入群体人均存款不到2万。就像你和马云平均一下，资产也能过亿。真实的情况是，前 10% 的家庭把 68% 的住户存款攥在手里，后 50% 的家庭加起来连 7% 都不到，也就是这个倒金字塔结构。
它已经不是28原则了，是0.2和9.8的这种原则。每4个中国家庭里有3个的全部存款不到10万块，一个家里有40万存款的人，已经超过了全国90%的家庭。所以大家不要被网上自媒体上那些社交媒体上什么人均100万、年入100万、月入几个 W 被这些迷惑，这些都是叫自欺欺人。最惨的其实不是年轻人，而是中年人。年轻人存款少，大家觉得很正常，因为刚工作，刚走入社会。但细看年龄分布，真正恐怖的是35到45岁这波人，每4个中年人里就有1个拿不出10万块应急，42%的家庭账户余额为0甚至为负的。一个38岁的朋友私企上班，月薪6000，每月房贷、车贷、孩子学费、老人生活费，工资到账就清零。有天父亲突发住院，2万块钱的押金，他把所有的银行卡翻了个遍，找朋友借了个遍，才勉强凑上。他跟我说，活了快40年，连2万块都拿不出，觉得自己特别窝囊，特别失败。他却不是个例，35到45岁的群体刚好卡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房贷占比最大。一线城市30到40岁家庭平均房贷余额147万，月供占收入的41%。教育支出，全国城镇家庭年均4.3万，医疗保健支出增速17.3%，收入超62%的中年上班族连续3到5年收入零增长，其中28%收入还在下降。也就是你看，经过统计一线城市30到40岁家庭平均房贷余额将近150万，月供是占你收入的41%，你说这能好得了吗？工资不动，支出狂飙，拿什么存钱呢？存空气差不多。更惨的是35到45岁也是被裁风险高发区。智联招聘数据显示，35到40岁的城镇失业率6.3%，失业后再就业平均降薪40%。也就是说，你即便找到工作，你本来你的月供占你收入的41%，你要一失业，好，你后面就是找到工作，你那个收入正好管你月供。中年人不是不想存钱，是真的存不下来。第三个说，负债率91%的年轻人才是藏在水下的冰山，也就是年轻人负债率是91%。说到中年人惨，那年轻人30到35岁的负债率91.3%，每10个人里面9个背着债。90后整体负债率是78.3%，人均负债12.1万，房贷占57%，消费贷占32%。一个90后年轻人平均持有6.6笔未结清信贷，信用卡花呗、白条、借呗，工资到账先还钱，剩下的才是生活费。中国7.83亿人负债，成年人口负债率67.3%，25到45岁是绝对的主力。征信不良的人接近3亿，占信贷人群的43%。这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中国成年人里，每3个人就有2个还在还债，将近1半人的征信已经花了。而18到35岁年轻人的存款中位数只有3.6万，也就是18岁到35岁这个群体，1半人存款在3.6万以下，合着也就是平均1个月存3000，那就1年你就已经超过1半的年轻人了，你就成了佼佼者。不是不想存，是挣的钱都还债了。根据这些数字，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新房你卖不动呢？还怎么买？你还让人怎么去负债？你就知道为什么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是那些老破小，总价200万的，深圳也一样，是吧？低总价的这些老破小，这个成交是主力。这些家底儿，这些中国人的负债情况、收入情况，就给你勾勒出这么一个图景。你还怎么让他去买那个动不动800万的房子？开什么玩笑？你让他怎么改善？中年人1半的家庭是8.7万，你这也就是说你已经工作了10年了，一个家庭存款拿不出10万块，还怎么改善？这些人你还指望他去换大房子？这些人你还指望他去把钱投入资本市场？他年轻人账上只有3.6万，你让他去炒股，
它是加杠杆是吗？所以资本市场实际上都是一些老钱在里玩，都是一些老股民已经在里玩了。而房地产市场也一样，都是刚需，刚的不能再刚的，家里一起攒钱去买。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一波火过去以后，这一波相当于把韭菜都割完了，都是全款买的，或者是绝大部分都是全款，一下割干净了。那后面这叫透支，这一旦透支了，下半年或者是明年你看看。所以我认为恐怕后面这个任何行业都一样，你透支以后那就是极度的疲软它就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这是老百姓，这是居民手上的财富，居民的家底一个情况。我们再看房企，今天有个文章说，全国100强房企中未爆雷民营房企仅剩15到20家，也就是100强房企中民营房企80%已经爆雷了，只是100强房企，不是说普通的房企啊。截至2020年5月，中国大陆房地产行业经历深度洗牌后，稳如泰山且企业家平平安安的民营房企数量已大幅缩减。根据科尔瑞、中指研究院等权威机构数据，全国100强房企中未爆雷的民营房企仅剩约15到20家，加上中小规模区域深耕型民企，总数约50到80家，整个行业令人唏嘘。部分民营房企凭借财务自律、深耕区域、产品主义、双轮驱动、治理结构优化等核心竞争力，在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保持稳健发展，企业家也平平安安。他提供了一个表，2025年50强房企中留在牌桌上的民营房企进一步缩减至15家，较2021年减少70%，销售规模进一步向100到300亿、100亿以下2个档位集中，合计占比提升10%至77%。民营房企融资渠道已大幅度狭窄，融资成本普遍高于央企和国企，部分企业甚至无法获得融资。这个还没有爆雷的民营房企有这么几家：龙湖集团、滨江集团、新城控股、卓越集团、美的置业、新希望地产、大华集团等等。实际上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这些所谓的民营房企还没有爆雷，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吧，冷暖自知吧。鞋适合不适合脚，只有脚知道，谁不是咬牙扛过来呢？房地产继续低迷下去，只要韭菜不去买房，就这些民营房企它还能撑多长时间呢？我们现在楼市说一线城市企稳，那指的是二手房，那新房你不能说这叫企稳。但是二手房火爆，刚才已经说过了，实际上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就剩上海，其他地方已经对吧没有了，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只有上海显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它从3月开始也是连月下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3月创造了3.2万套还是3.3万套，4月份就是3.1万套，5月份就2.9万套、2.8万套，这6月份上海大概也就是2.3万套，大概就这样的。你看它急剧下降，虽然6月份比去年6月份肯定要多一点，但是它环比下降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那下半年看看有什么政策出来，如果不出台政策，那它只能这么出溜下去。上海从3月份的日均1100套掉到现在6月份日均只有800套。我们再看，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它这个报告显示，他说2028年人口将迎来拐点，房地产总需求将有所降低。你看就是后年呐，今年26年，明年27年，后年就是28年。按照社科院的这个数字，2028年我们人口就迎来拐点，对房地产的总需求就要降低了。根据这个中国住房发展报告，小城和县城的房子是消耗品，购买的主力是周边乡镇的农村人口以及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返乡买房。近20年，我们城镇化已经从20%发展到60%以上，有能力买房的农民大多已经买过了。现在农村的老龄人口比例大，村里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这就导致农村不会再有更多的年轻人去补充县城人口，而且年轻人又往大城市迁徙，所以县城的刚需就会下降，
再加上县城的土地供应量相对充足，房子不存在紧缺，本地人该买房的都已经买过了，外地投资也不会到小县城来。根据中国百城库存报告，2020年5月以来，4、5线城市库存面积每周增长1%，一周就增长1%，库存卖房周期长达24个月，这就说明小城市卖房越来越难，很快就由开发商顶不住资金压力而降价销售，回笼资金。所以小城和县城的房价很明朗，就是下降一条路。很多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现在把老家县城当作退路，那这个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我们做了很多节目，老家县城衰退是必然的，对吧？中国80%的县城是要衰退，现在也只有长三角、珠三角还有北京，就这么3个地方恐怕能扛得住。因为根据人口流动状况，这些地方人口还在流入，这些地方产业发展的相对完善，经济活跃，你在那儿待着能找到饭碗，能养活自己。所以说越来越多年轻人向这儿集中，那你本来中国人口在下降，你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人口是在流出，本来人又在下降，你说那些地方的房子你卖给谁？谁住？越来越鹤岗化，也就是房子它没有了金融属性，只有住的功能，但是住也住不满，那只能砸在手上。不要说买房了，现在连物业费都成了大问题。进入2026年以来，关于物业费这种话题频频上热搜，全国各地都有关于物业费，是吧？争议，有物业受不了了撤场，这个在10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物业主动撤场，也就是物业说我惹不起你，我走了，我躲得起。在10几年前，你小区先把物业换掉，那必须得干仗，而且得惊动地方政府，惊动派出所，业主想把老物业清掉，清新物业来，那一定没那么容易，互相一定是非常难。为什么呢？利益。老的物业霸占那个小区，他就是不走，他就要为你服务。但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现在是人物业贴一纸公告，2个月以后我们就离开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去，我现在还服务2个月，提前告诉你们。现在很多物业都在撤场，是吧？惹不起我躲得起。为什么？很简单，就是物业费交不起，物业在那儿收物业费收不上来，他事儿还多，物业在那赔钱。所以你看今天网上流传融创物业应该是重庆关于终止什么蔡家组团 L 分区叫西山春晓1、2期前期物业合同并撤场的公告，撤场就是撤了，融创物业撤了。增进的西山春晓1、2期全体业主，首先衷心感谢您长期以来对重庆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的支持和信任。在过去的时光里，我们携手共建和谐美好家园，共同经历了许多难忘时刻。而我司于2021年6月25日开始为西山春晓1、2期业主提供前期物业服务。前面说了一大堆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动事情，后面然而部分业主以各种非物业服务原因未及时缴纳物业服务费用，导致项目经营出现严重亏损。尽管我司期望通过努力提升服务品质，引导业主正确认识小区交通配套、生活配套以及开发商整改迟滞等均不属于我司服务范畴，但目前收费情况仍难以维持项目正常运营。有鉴于此，经审慎决定，我司决定于2020年6月30号24点终止这个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并撤出本小区物业服务现场撤场。你看啊，这个通知是2020年4月30号发的，人家提前2个月通知，6月30号人家就撤了。你们爱找谁服务，反正我不服务了。为啥？很简单，就是物业费收不上来。是不是今年以来这种新闻越来越多啊？这个是说明情况变好了，还是情况恶劣了？大家自己判断，对吧？不能唱空，大家自己判断是好了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交物业费？为什么恶性循环？为什么你3月份是吧？
江西很多地方主管部门号召党员、公务员带头交物业费，为什么？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情况非常严重，这个东西就叫负向螺旋。什么叫负向螺旋？因为有很多业主他不交物业费，不交物业费导致什么？导致物业他没钱，他的服务水平就会下降，水平一下降，原本还交费的人他更受不了了。我老老实实每年都交了物业费，但是物业提供的服务那他也不交了，这不就加剧了吗？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所以最终到扛不住撤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它平衡一旦打破，你很难把它改过来。那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很多小区它房子卖不掉，它那个小区空置率40%或者50%，就一半的房子没卖掉，那房子还在开发商手上。按理来说，开发商应该交物业费，对不对？但是开发商没钱，人家就不交，或者开发商跟这个物业他本来就是一家的，那个小区肯定是融创开发的，物业也是融创，没钱给指着已经入住的这业主来交，结果入住的业主恐怕交物业费的也不到一半，那你说这物业公司他怎么扛得下去？只好撤。未来这样的物业它会越来越多啊，这样的小区，那你少数人买了这个小区的人还住进去的人，你就等着吧，这个情况只会恶化。这样的小区你说它会升值吗？价格会涨吗？即便想买房的人跑去一看，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没人管理，那小区它会升值吗？这是第一个，小区入住率不高，因为很多房子没卖掉。还有的小区是卖掉了，但是人家业主不住，人家是炒房的，那些炒房团不知道听了哪个大 V 或者中介一忽悠，跑去买了1套、2套、3套，买完之后他也不住，他是准备卖的，他都没装修，对不对？房子就扔在那儿，你指望他这样人交物业费吗？他肯定不会交的。这个跟10年前不一样，10年前每个小区都卖得干干净净，而且都入住，是吧？即便有少数炒房的不住，人家也会出租啊。你现在你也租不了，那房子也租不了，那他就肯定不想交物业费，所以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恶化，是吧？恶性循环。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有些人买了房子，人家连按揭贷款都还不上了，失业了，对不对？你还指望他交物业费，所以你看这物业费又一波人不交的，所以你说物业它就难了。一般的物业我们看的数字啊，物业缴费率它要收到70%，它才能盈亏平衡，至少要收到70%，所以它这个平衡点很容易打破，是吧？一旦打破，时间长了物业就扛不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房地产什么形式大家也能知道。所以不要一说房地产，北京上海二手房火爆，不能以偏概全，而且那个火爆还得打个问号，里面还有水分。最后我们再看一篇报道，这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官媒说的是咱们中国的有一家存储企业，合肥的叫长兴存储，马上上市了吗？不就是造富吗？那长兴上市造富，合肥楼市能否被带飞？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按照韩国三星集团还有 SK 海力士的这个经验，如果你企业效益好，大家工资发得多，奖金发得多，那楼市是有帮助的，因为它收入多了肯定买房。6月中旬，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生效。作为今年 A 股规模最大的 IPO 项目，市场给予其万亿市值的期待，被视为又一场城市级的造富。企业总部落地在合肥，城市热度同样走高。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8%， 在29座万亿城市中定位居首。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6%， 远高于 6.1% 的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红利能否带飞合肥楼市，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房企合肥分公司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判断，随着高新产业持续扩容，高素质人才、科创人口将持续涌入合肥。短期来看，合肥楼市整体将呈现量价平稳格局，中期市场信心稳步修复，整体市场容量稳中向上。合肥楼市的区域分化或将持续深化。一名合肥当地房地产中介机构经纪人则向记者表示，热门板块次新优质房源今年以来已经开始涨价，有的每平米涨了2000元。产业薄弱，配套存在短板的外围房源，即便降价促销，去化依旧乏力。合肥也是结构性行情，有的地方在涨，
有的地方还在跌。从数据上看，当前合肥产业发展的红利尚未完全传导至楼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5月70城房价数据显示，合肥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微涨 0.1%， 同比增长 0.8%， 二手房价环比持平，同比下降 6.1%。 市场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合肥5月新房成交1533套，环比减少 41%， 同比增长 18%， 二手房成交8222套，环比减少 5.7%， 同比增长 54%。 这种温差本质上是政策短期扰动与需求释放节奏错位的结果，并非趋势性背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认为，未来1到2年，合肥楼市的整体走势会呈现稳字当头。实际上，长兴存储这一个企业，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个别企业吃到的红利，对合肥的楼市影响非常间接。为什么这么说？长兴存储还不错，它这2年利润不错，赚钱。但是你要看它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什么产业？它如果真的像 SK 海力士那样给全体员工发奖金，一发50万、100万，发个几年，那合肥的楼市一定会好起来，这不用怀疑。因为长兴存储恐怕员工都上万了，也不少，或者5000，它那个生产线离合肥市区还挺远。像这种产业，数字经济不一样，它跟互联网不一样，跟什么平台经济、跟电商不一样。你这工厂，你富士康的工厂很赚钱，富士康很赚钱，但是富士康那些在那边拧螺丝的赚钱吗？所以不要搞错了，对不对？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电商、直播带货这些，它火了，它带动了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收入涨了，那么这些人都要买房，所以房价就起来了。如果你只是让那些老板是吧，那些股东富了，那投资机构富了，那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说，我觉得合肥虽然在产业发展这块挺快的，但是它产业和平台经济、和移动互联网、和阿里、和腾讯这些东西还是不完全一样啊。就像娃哈哈，人家老板是首富，但是你员工的时候，你能跟移动互联网、跟阿里、跟腾讯、跟华为比吗？比不了。但不影响老板成为首富啊。所以把这个搞明白。合肥什么时候房价会有变化？那就是等它像这种新兴产业越来越多，大量的研发人员、大量的码农、大量的这种坐办公室的白领越来越多往合肥聚集，那合肥的房价它就稳住了，它就会涨，它就会跟那个企业的效益密切挂钩。你一个工厂靠2个工厂，你说带动房价，这个很难，甚至年轻人也不爱去。你说哪个年轻人上了10几年的学，愿意在生产线上待着？谁都愿意坐办公室。所以你现在合肥找工作，找高薪工作很难。你在这个企业干不下去，你再换个企业，比如说你找了个1万多的工作，看人家可以，但是你一旦失业了，你再找个1万多，你找不到。所以合肥大量的人工资恐怕就是5000，这是主流。那你指望着这个工资把房价给拖起来，这个有点不现实啊。什么时候合肥这些白领工资都是1万，人均至少1万，就像杭州一样的，那你这房价就起来了。还是跟收入挂钩，那这样年轻人就愿意往合肥跑。那合肥现在比较重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一块，但是新能源汽车现在卷成什么样了？新能源汽车的利润率只有 3%， 企业都不赚钱，不赚钱的怎么给工人发工资、发高薪？发不了，还要裁员。所以实话实说，合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是不够，它对省内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是有，但是你要对全国而言，我不觉得陕西人年轻人考完大学毕业说我要去合肥找工作，这个吸引力目前还是非常小的。年轻人恐怕愿意去杭州、成都、深圳，还是这些地方比较多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